好歌同乐会，掌声鼓励一下，我们来欢迎4位好朋友啊！欢迎大家。哎，各自呢代表南部的城市了，北部的城市啊。对，来，一真啊哦，是这个很难得可以见到一真本人哈。我好期待来见你们，实在太开心。好好的来讲讲看。好哎，这个家乡呢跟南部，那你觉得印象最深的差别是哪些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南部跟北部，我觉得一个最基本、最大的差异就是天气。比方在北部，可能20度好了，可能到高雄可能就多了5度以上。
对啊，啊，这是气候的部分。啊，加嘞，像卤肉饭就是最明显的。哎呦，你可能在北部，你点个卤肉饭，点的卤蛋，然后小菜什么干莲之类的，你大概要200多。可是你在南部大概100多。对，100有。我说真的，你问富凯就知道了，会将近差快要1倍，差快要1倍啊！而且那个面啊，高雄的南部差不多25块一碗，加一颗蛋70块。来，推荐家乡好吃的，有什么就是大家推荐你们，只有你们家乡才有必去或必吃？只有我们家乡吗？像桃园啊，我觉得要特别介绍的是龙潭的花生糖。哦，香甜又不粘牙，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吃。这个我觉得到桃园是一定要吃的。然后还有大溪的豆干。哦，这个一定对，有。而且你们去大溪还有老街，你就是可以一路逛一路吃。还有一个凤飞飞小姐。哦，对啊，它也是大溪的。叫你推荐吃的，你讲凤飞飞小姐，因为突然想到了，对，代表性人物，代表性人物，对，音乐相关。还有一个，我觉得如果你们到桃园的石门水库，一定要去尝那个石门的活鱼。一鱼几吃？一鱼几吃？听说我上次去，朋友跟我说已经研发到有30吃以上。哇，真的假的？真的，因为一条鱼非常大，是那种淡水的什么大头鲢嘛，超大条，所以可能一桌10几个人吃一只，搞不好都吃不完。这个真的非常有特色，你们来桃园的石门可以试试看。好。摸到可以温馨，恁屏东的介绍。屏东蛮多啦，像屏东潮州的什么修炼边啊，好吃，那个是代表性的那个修炼边哦，代表性的。它是修还是冰的呀？它是冷热一起，然后底下是热的。啊那哦，上面覆盖一层那个串冰，啊那哦，古早味的串冰有没有？然后要从下往上吃这样。哎呦，还有方法。我记得上次我觉得吃好像是热热的汤圆。对，它汤圆是。对，然后一放下去就变得很 Q。对。你刚刚讲到这个修炼边，让我想到是不是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绿豆酸呐？啊，绿豆酸。对。偏把屏东一点。对。然后车城，屏东车城，那也是一个甜点，对不对？是。还有那个万丹的红豆饼。哎呦，红豆很有名啊。对，你看看，今天来到现场，我们4位来宾呢，其实都是自己家乡最棒的代言人。好，我们借由节目能让大家知道说，原来各地方有这么多好吃的特色的小吃。没错。阿 K 盖天吼，阿 K 偶尔去走一走。谁说一定要国外？其实台湾有很多非常美好的一个地方，对不对？真的。来唱歌吧。好，来，一真，你要带来什么歌？我想要带来一个，就是我小时候记忆中常常就是在家乡听到阿姨或是姐姐们唱的一首歌，也是叶爱玲的歌曲。对，这首歌很有感觉，叫做《残缺的温柔》。经典歌曲是。文馨呢？我带来的这首歌是叶启田大哥的歌，《伟力怕扁》。这边公家也新家哟。算也是的，离乡背景，就离开自己的故乡嘛，然后到那个异乡打拼，这样那种心情的感觉的。好啊。为安尼好哦，2首好听的歌到底能分享。是每日予你情甲水水，行出门会当讲来比拼，站在人海中，你可比上长的迄粒星。惜生命，为着要予你好命，你敢知影？阮的心肝，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大。是每日予你情甲水水，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行在人海中，你可
为你打拼打拼，有时无惜生命，为着要予你好命，你敢知影？阮的心肝，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有时无惜生命，为着要予你好命，你敢知影？阮的心肝，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好歌同乐会，欢迎罗美玲、曲富凯以及杨惠能力。哎呀呀！大家好。每次我就上爱这个单元，因为这个单元都请老的。这期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所在跟你的故乡上大的差别在哪里？因为我们那个路太小了，乡间的路太小，所以是1个小时的路程。然后我们就是约好，就是隔壁邻居啊，哎，走哦，上学哦。走到一半的时候，结果完蛋，怎么办？赶快你们下来去，玩到来不及了，对。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7点。完蛋，怎么办？赶快你们下来去，玩到来不及了，你们。对啊。所以3年级之后怎么样？这个路就变大条了，是不是？哦，没有，后来是因为热心的，就是村长有那种厢型车，把小孩子接下山，然后到学校念书。这个是大消息哦。对，本来这个人可以过的路，现在村长说把它拓宽了。啊，富凯呢？富凯呢？我觉得我那时候刚来台北的时候，然后我妈妈都会陪我上来，隔天起来都还是有夹娃妆，头发还是很有型这样。没有，其实真的会有这种状况，因为我一开始上来台北也是就是还蛮不习惯，我觉得台北很像是一个监牢这样，可是高雄相对它可能高雄市区里面才会比较有高楼大厦的。对，像我爸爸上来台北，因为我现在要自己租房子嘛，然后我爸爸就会说，哦，冻没掉，你这群人多胶囊啊，鸟用，真的觉得空间太小，对啦，而且人口密度太高了。对，因为他回去爬山的人可能都是高楼大厦，他没有地方可以去。可是这是生活节奏的部分，是对。那么2位来讲讲看，饮食上一定有差别，对不对？我们山上的比较特别一点，就是我们家的后山就是我们家的冰箱，这是一个无菜单料理的意思。对，好有趣哦，是特色啦。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要邀请了这个东南西北